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，过程真顺利，两个人嘛讲到台湾的议题。中国是再度来强调讲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尤其是美国甲武器卖予台湾这件代志，一定要谨慎处理。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嘛做出着回应，而且再度甲在野党话话，讲唔通阻挡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。 美国总统川普第二任期积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流，伊嘛证实讲，甲习近平通电话有去讲到台湾。 Mr. Trump says the pair spoke about Taiwan, the war in Ukraine, and tensions with Iran. 川普伫正式社群写讲，甲习近平的通电话是真顺利。除了双边贸易定议题以外，两人嘛讲到台湾。虽然川普并无讲到开设台湾的具体讨论内容，也过中国方面有明确的表态。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，中方必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。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。 中国勇士引述习近平的讲法，表示台湾议题是美中关系中上界重要的议题，伫美国对台军售方面尤其敏感。咱的总统赖清德唔有做回应，嘛呼吁在野党应该团结，加强台湾的国防实力。要进行两岸的交流合作，一定要先把正事办好，也就是中央政府总预算和国防特别预算，一定要顺利审查通过，这样才能够赢得国人的信任。 川普4月中要访问中国进前，甲习近平热线，面对习近平甲美国的施压，重申台湾是中国一部分。赖总统强调4个不变。第一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，事实不变。第二，美国基于《台湾关系法》以及6项对台保证，承诺不变。 赖总统佫强调讲，美国因为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印太和平的稳定方向不变，台美关系正在各项合作计划继续咧进行，这嘛未改变。川普甲习近平即摆通电话，过去讲到台湾，未来对台湾的政策敢会出现变化，这爱佫观察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